首场抽水站的结果，包括地下甲地上各两层，外观真有现代感，甲传统的抽水站真无共款。调节伫周边营造优势的环境，也有4米宽的环地步道，提供民众休闲行踏。工程队2冬前开工，今年10月终于完工。白河一早伫乡亲民大见证，正式举办启用典礼。请启动！我今天台南市学甲区法源排水区抽水站经调节时工程秀场。原来是安尼，吼，即嘛变安尼，使用前使用后，这就是咱做，这安尼做的时候，你话落雨落较大诶，这水就甲你冲咧，这土就拢冲入底咧，冲入内底就搁积，积起来搁积水吼。排水就无法度排，无法度滴水，结果咱学校就搁淹，所以即摆甲这做起来，木头控起来，这水就这土沙、土风特别搁流入咱的排水遮来。今天这个抽水站能够完工哦，其实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，就是明年的汛期我们已经不再担心了。那当然市长这边也特别要求水利局就后续台南市所有的水利建设。只要是下水道的部分，已经拟妥了计划，已经报到我们内政部来了。那我们后续我们国都署会持续的跟市长、跟市府团队合作，来把台南市这边相关的下水道的问题来建设好，来还给大家一个安居的环境。当地就是客家花园排水区，因为下水道局部有缩救，一落急雨顶油就涨起来，加上下游的外水位上悬，无法度有效排水，所以当时兴建抽水站加调节池要，得当大大改善，除了提升北客家社区甲客家高中这个区域的防汛功能，对整体防洪排水嘛将更加完善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